塔克拉玛沙漠赛道，一个令万物生灵、闻风丧胆的地方，也是所有拉力赛车手的人间炼狱。小春，最困难的路段我们已经全部通过，前方直线500，只要你稳住目前的成绩，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传奇的车神。放心吧，姐。林彻，你的胃癌已经晚期了，还剩最后3个月，回去陪陪家人吧，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。5年了，也不知道这些年姐姐们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被收回前打假赛的事情影响。林青夏小姐的极光车队以及车神林凤春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他们连续夺得大夏拉力锦标赛冠军，建立当之无愧的极光王朝。看来他们过得很不错，大姐也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车队王朝。他们一定是太忙了，这才没顾得上来接我。他们即将登陆这片死亡沙海，攀登上所有赛车手都梦寐以求的至高王座。小春，前方45度坡，准备冲线。好，要来了吧！这片从未有人征服过的死亡沙海，终于要迎来他的第1位王者了吧！冲线了！让我们恭喜林凤春，他征服了这片死亡沙海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1车神！车神林凤春！冯川也终于实现了他自己多年的梦想。那是，林青夏，世界王朝车队经理，还是大夏第1的女赛车手。2姐林建秋，赛车改造的第1人，世界知名车企都需要用到她的专利。3姐林希雪，林氏轿校的创始人，现在已经是大夏第1的轿校。太好了，看来5年前我留下的驾驶技巧、改装图纸、商业计划，都让他们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端了。他们确实都很优秀，真可惜啊，他们的另一个弟弟给林家丢脸了。另一个弟弟？林家除了林逢春，哪还有弟弟啊？这林家3姐妹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都说了，她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全都是林逢春在背后的功劳，教他们车技、改装赛车，而且他们还说了，以后要把林家的一切全都留给林逢春。只有1个弟弟。我去开门。林彻，姐，妈，林彻，你不是在坐牢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妈，大姐，我刑满释放了，我终于可以回来见你们了。算算时间，好像是这段时间出狱。姐，外面下雨，我好冷，让我回去换件衣服再说行吗？你回什么家？我周海娟没有你这个罪犯儿子，这里更不是你的家。15年前，我就是瞎了眼，才会和天下把你从孤儿院里找回来。就是，当年你打假赛，收黑钱，害得大姐的车队差点万劫不复，你还有什么脸回来？我没有，大姐，我没有收黑钱，我是为了帮林逢春顶罪。对了，这些年提供的图纸改造、商业策划，甚至赛车的改造，都是我提供的，大姐。闭嘴！当年你就是一个领航员，懂什么是赛车吗？知道怎么改装吗？就敢在这儿说，都是你的功劳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大姐。你真是越来越歹毒了。
还想让冯春弟弟帮你顶罪？冯春弟弟那么好的人，你竟然想要毁了他！你就是看我们家大富大贵，想要跟冯春弟弟争家产吧？一个白眼狼，赶紧给我滚出林家！对，滚出林家！我没有，我没有贪图林家的富贵，大姐，我胃癌晚期，现在就剩3个月时间可活了。我回来就是想在最后的时候陪在你和妈身边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把我接回来是没有错的。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个养子，我不应该抢走妈和姐姐对你的爱。林家的财富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我分文都不取。混账东西，既然要死，死到外面去，不要回来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小春，我没有。冯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公司钱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可能帮你顶罪的呀。我是林家的车神，我要是坐牢，毁了姐姐们，毁了林家。冯春，妈，你这个畜生东西！5年前你害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居然现在还不知悔改！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大姐，是你第一个找到我，把我从孤儿院里接出来，你一定会相信我的，对吧？林彻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原本以为一切都是真的，但是没想到你为了杀害冯春，竟然连胃癌晚期你都编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这一辈子都别再叫我大姐，只有一个弟弟，就是车神林风春。一个弟弟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把你接回了林家。后悔，是我错了，错在把你们当家人，错在竭尽全力为你们付出。要是能重来，我回什么家？赶紧给我滚出林家！哥，你快醒醒！哥，这是大姐给你的银行卡，我以后再也不抢你东西了。你快救救我！你快救救我！我这是林风春，救你！对，救救我！我当时也是一时被蒙骗，我才收了那笔钱。那场比赛，我也是状态不好才输掉的。我没有打假赛，我没有。可没想到，被这赛委会给盯上了。哥，这现在只有你能帮我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哥，救救我吧！我给你磕头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5年前，林风春收黑钱比假赛的事情被调查，让我去给他顶罪的那一刻。大哥，只要你承认是你收了黑钱，在比赛中故意给我报错了信息，害我输掉比赛，这样赛委会就不会追查了。风春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打假赛参加外围赌局，至少要被判5年以上啊！我当然知道，不然我找你干嘛呀？哥，你不过就是个领航员，坐个5年牢，
没有什么影响的。而我不一样，我是极光车队的明星选手，我要是被爆出来打假赛，我不仅要坐牢，就连整个车队都要受我牵连。哥，极光车队可是大姐亲自创立的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大姐的心血被毁于一旦吗？我当然不想，可是这些是你给大姐做的各个比赛的路线和跑法，还有给二姐做的赛车改装图纸。只要你答应替我顶罪，我答应你，到时候我会跟3位姐姐坦白，是你给林家付出了2年，而我抢了你的功劳。林彻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是大姐、二姐、3姐在幕后指使我，到时候他们不仅前途尽弃，还得跟我一起坐牢。你这个畜生！他们也是你的姐姐呀！是吗？他们是你的亲姐姐，不是我的。我管他们死活做什么？我只是个养子啊！林彻，你真的要看3位姐姐被我毁掉吗？还是说，你替我去顶罪？我答应你，我保证你5年出狱后，我把所有的还给你，你还能得到姐姐们的青睐。哥，你救救我！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！既然真的让我重生了，给我重生一次的机会。林逢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林彻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是大姐、二姐、3姐在幕后指使我的。到时候他们不仅前途尽毁，还得跟我一起坐牢。林逢春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下贱。对，我就是下贱，可那又怎样？他们不是我亲姐姐，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反倒是你，我的好哥哥，他们是你的亲姐姐，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？你就这么笃定我会为了他们去帮你顶罪啊？哼，你当然会。林彻，你这从小长大的孤儿，从小缺乏父母的爱，渴望亲情，只要是为了3位姐姐，你什么都会去做。别说坐牢了，就算让你去死，你也不会犹豫。没错，曾经的我，为了他们，甚至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没有你这个罪犯儿子，懂什么是赛车，知道怎么改装吗？你还有什么脸回来？你太让我失望，我只有一个弟弟。我的好哥哥，你就当为了3位姐姐去坐牢吧。这到时候再把剩下的赛车技术、塔克拉玛的赛车线路，还有赛车改装图纸都给我。等我成为了世界车神，我替你好好照顾3位姐姐。林逢春，我说了，那是曾经。曾经？现在又怎样？林彻，你一直都是自卑敏感，只会讨人喜欢的懦夫。是吗？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？你要敢碰我，你信不信那3位姐姐？既然深情终究是要被辜负啊，那我林彻这辈子不为任何人而活，更不会被任何人所威胁。你还真敢打我！你他妈个废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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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的就是你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住手！你这个孽障！快起来！竟敢打逢春！逢春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逢春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那可说不定啊。
这烟灰缸可是实心的，妈，你对儿子下手也太狠了，万一要把他砸成傻子呢？你这个逆子！我们林家怎么有你这样的孽障！混账！你还敢来？你知不知道妈打你是为了你好啊？而且你竟然还敢拿冯春来，这又对冯春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呀！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不拿他挡，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。那又怎样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领航员，不像我们冯春，那可是明星赛车员，更是我们极光车队的王牌。他才华横溢，随手就能创造出赛车改造的图纸。今天要是敢伤他一根头发，你拿你自己的命赔都赔不起。看来是大姐平常太惯着你了。行，那就让我这个二姐好好教训你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样？二姐，我打你也是为你好啊。果然是孤儿院里长大的野崽子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没有一点教养和礼数。你连你二姐都敢打，你简直就是个畜生！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孤儿院长大的，没有教养。我不止打二姐，你我也照打不误。你这个逆子，你这个孽障！我林家怎么生出你这个孽障？从此以后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！你给我滚，马上滚！求之不得，阿姨。阿姨，哥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冯春，你不用帮着他说话，这个小畜生，他从小就没有教养，让他滚！不是的，可不能走。上周我们车队比赛的时候，他收了黑钱，在比赛过程中，他给我报错了路书，害我输掉了比赛。现在赛委会认定我们打假赛，我哥还要让我去顶罪。他要是走了，我要坐5年的牢。你说什么？林彻他收黑钱打假赛，还让你去顶罪？丧心，太丧心病狂了！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没有教养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连违法犯罪的事都干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呢？我看就是冯春不给你顶罪，自己害怕想要逃跑吧。妈，二姐，三姐，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哥哥顶罪，可是我要是进去了，谁来帮二姐改造图纸？谁来给三姐你去写商业策划呢？而且我是我们车队的明星选手，我要是被坐实了打假赛，这对咱们车队的名声也是有损的呀。到时候赛事委员会还会怪罪于我们。哥，我们车队是大姐还有我们林家所有人的心血，我不想它毁掉。不，冯春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这个打假赛收黑钱的罪犯。林彻，我们林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自己犯罪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连累整个林家？你对得起把你从孤儿院带回来的大姐吗？好一个倒打一耙！林逢春，你觉得赛委会的成员会像这2个没脑子的女人一样相信你的屁话吗？没脑子？你说谁没脑子呢你？当然是你这个蠢货！请等一下。据我们调查，在上周拉力赛里，你们极光车队的赛车手故意输掉比赛，参与外围赌局的情况属实。现在赶紧坦白，并交出首犯，我还能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否则赛委会将对极光车队处以1年的禁赛。啊，禁赛？这禁赛1年，这对于一个车队而言，和禁赛有什么区别？会长，就是这个人打假赛收黑钱，你赶紧找人把他抓起来。会长，他就是当时赛车上的领航员，收黑钱之后，故意给赛车手报错误路书，导致成绩不佳，跟冯春还有我们极光车队没有任何关系。领航员林彻，
他们所说是否属实？不属实。打假赛收黑钱的是他林逢春，可不是我。哥，我们现在全家人都已经指证你了，你就别胡搅蛮缠了。你现在就应该坦白你的罪行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空口无凭也能举证，那我也可以作证，就是你打的假赛收的黑钱。哥，你也听到会长说的了，再这么闹下去，禁赛1年，姐的全部心血全都要毁了。那也是你造成的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会长，连您也过来了。林队长，极光车队参与假赛，我是来调查这件事的。大姐，这都是林彻干的。他不但自己打假赛收黑钱，他还诬赖人家冯春。假赛？这怎么可能？林彻诬陷冯春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会长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的2位弟弟，我是绝对相信他们的，他们绝对不可能打假赛。而且我们极光车队是联赛的元老车队，这种假赛杀鸡取卵的事情，我们是坚决不会做的。庭夏，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，而是我们手里有关键性的证据。这是属于林氏的银行账户，在比赛之前，这个账户里有大量的资金转入，而且交易的对方正是赌局外围的庄家。小彻、冯春，你们究竟谁收了黑钱，谁打了假赛？如果你们如实承认，大姐会原谅你们。大姐只是不想让你们走错路。大姐，你对着我说，是从心里认定我就是收黑钱的那个人吗？当然是，我们冯春可是车队的王牌，未来的车神，他有什么理由去打假赛，自毁前途？哼，只有你不会赛车，一辈子只能当领航员的废物，才能走这偏门。行了，既然2个人都不愿意承认，那都带走。至于极光车队，在事情没弄清之前，禁止参加任何赛事。妈，大姐，我没有打假赛，干嘛要抓我呀？等等！庭夏，我理解你维护弟弟的心情，但是也不能阻止赛委会执法。会长，您不用多想，我并没有阻碍执法的意思，只是我能够证明，到底是谁收了黑钱。小彻，大姐是很想保护你，但是你以伤害冯春作为代价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。大姐，你就这么肯定是我收的黑钱吗？小彻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承认？这个银行账户是当初我从孤儿院把林彻接回来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。收黑钱打假赛，只会是林彻。所以收黑钱，故意打假赛，只会是林彻。林听夏，仅凭一张银行卡，你就说我打假赛收黑钱？这个银行卡是你的，钱是往这个卡里打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张卡就在你给我的第2天，就被他林逢春给抢走了，还修改了取款密码。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要是真抢了你的银行卡，你干嘛不早点说？是啊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我没有说吗？你们说他跟我闹着玩，不会真抢走的。我从孤儿院出来了，小气惯了，开不起玩笑。小彻，既然你要栽赃冯春，好，那我就去调取银行的监控，给他证明清白。会长，账单显示，近期几笔现金交易都是晚上10点之后，请您沟通一下银行。好，马上联系银行，
让他们把监控录像立刻下载，给我们传过来。是。小车，如果你现在承认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但是如果监控上显示的这个人是你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求得我的原谅。那如果监控视频里是他的话，那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给我道歉了。道歉的应该是你才对。报告会长，银行的监控录像已经传过来了，现在需要播放吗？好，放那儿，立刻播放。林彻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这件衣服就是我买给你的那件。大姐，你不会忘了吧？那天我当着你们的面试了那件衣服，然后你们说码数不合适，就直接套到了他林逢春的身上。继续放，看清人脸为止。别动，就这里，给我放大。别动，就这里，给我放大。还好是先戴了口罩。你的心思还真是缜密啊，戴着口罩，穿着我的那件衣服去银行取钱。看来你早就想要嫁祸给我了。够了，林彻，收起你的小心思。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野心大，有心眼没教养。但是你回了林家这么多年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太让我失望。我也很失望。小彻，知错就改，你依然是姐姐的好弟弟。你在牢里好好反省，好好改造，到时候出来了，姐姐一定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加倍补偿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把你接回林家。你的补偿，还是留给你另一个弟弟吧。会长，据我所知，参加比赛每一辆拉力赛车的车上都会配备黑匣子，记录赛车在赛场上所有的状况，对吧？不错。那我申请取出当天的黑匣子，公布里面的数据和录音，到底谁在打假赛？数据会说明一切。这证据已经摆在这里了，虽然你戴了口罩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你。别胡搅蛮缠了，会长日理万机，你别耽误人家时间。哼，怎么样？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打假赛的是你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好了，我感觉林彻的提议不错，我立刻让人把黑匣子的数据取出来。暂停，倒回到3秒前的数据。李凤春，你作为一个职业赛手，在比赛的赛道上发动机才1500转，你这不是在故意降速是什么？谁说故意减慢车速就是输掉比赛了？会长，我记得比赛那天好像赛道上出现了严重的事故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故意减速不是很正常吗？剑秋说的对，冯春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以他对赛车的热爱，对胜利的渴望，他根本不会做出那种故意输掉比赛的事情。林彻，你到底和冯春有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要如此污蔑抹黑他？我看呀，他就是看冯春是个赛车手，而他就是个领航员，所以嫉妒冯春，想要毁掉冯春。小彻，你的心思怎么这么恶毒？难道大姐没有跟你说过，想当赛车手那是要看天赋，没有天赋永远当不了职业赛车手。我嫉妒林逢春，我没有天赋。我的亲妈亲姐姐，你们把我带回到林家开始就一直让我当领航员，什么时候问过我有没有赛车的天赋？难道我没有测你的天赋？还有，我的好大姐，这张收了黑钱的银行卡就一直在她身上，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
怎么可能？我错怪了他。那打假赛的是冯春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大姐你好好想想，我在林家我缺钱吗？我干嘛抢他银行卡呀？这银行卡怎么在我兜里掏出来？还有这个数据，我把车速调低，那是因为我当天状态不好。还有他不也报了错误的路书吗？前方隧道出现事故，车辆爆炸引起大火，不过还有路径通过，把车速拉到最高，直接冲出去。会长，大姐，你们也听到了吧？隧道里面出现了安全事故，当时就剩下一个车身的位置，根本不足以全速通过。他还让我加满速度，这根本不仅仅是打假赛，他让我死啊！这是。林青霞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从孤儿院领回来的野崽子，心肠如此的歹毒，你现在还在相信他的话，质疑冯春？大姐，难道你忘了冯春这些年来对我们的付出了吗？是，林彻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，那又怎样？像这样一个心肠歹毒、毫无教养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弟弟。小彻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满嘴谎言，难道你真的要让大姐后悔当初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吗？后悔？你不是早就后悔过了吗？我的好大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满嘴谎言的另有其人？当时的情况不足以通过，那可是一个车的身位啊！就连最初级的赛车手也可以轻易通过，凭你的实力，会通不过？这当然通不过，这可是拉力赛，差之毫厘就会丧命的。好一个通不过！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就去赛道上还原当时的情况，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通过隧道的。好大的口气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嘴硬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弟？你一个领航员，懂什么是赛车吗？就在这儿大放厥词！林彻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想要自证清白，我给你机会，但是如果你办不到，我将会给你终身难忘的惩罚。下赛道，还原场景，让他跑！领队，赛道已经100%还原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年轻人，如果你能够全速通过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嘿，等等！当时比赛哪有这么宽的距离啊？最多只有现在的一半。领队，会长，我看过监控了，绝对1:1还原的。放屁！我才是当时的赛车手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赶紧去重新布置赛道，把距离给我缩短一半。行了，按照冯春说的做。他既然想要自证清白，那就让他证明的彻底一些。领队，林逢春，你不是觉得车道太宽了吗？现在隧道里的情况应该远远难于你当时的场景。如果这样的情况我都可以顺利通过的话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林彻，知道你车技不错，不过这种情况就算是我都过不去，更何况是你。既然你要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不想认罪就直说，你搞这么浮夸，不就是想引起大姐同情吗？还我怎么说，
那就这样，你要是能通过，我就承认是我打假赛。不过，你有这样的胆量和本事吗？他肯定没这个本事。在林家呀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废物，能懂什么赛车？还通过隧道？来来来，你开一个给我看看。小车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现在乖乖认罪，顶多坐几年牢；但是如果你嘴硬继续赛车，可能连命都没有。领队，其实这件事……行了，周韵，你是车队里的老人，我知道你是不想让小车出事，但是我给了他无数次的机会，他不懂得珍惜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冯春，他是时候付出自己该付的代价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小车他竟然把车开到了顶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倒挂行驶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领航员，他凭什么能开这样的车？难以置信，真是难以置信啊！小车，你……会长，那天的事故远比今天模拟的要复杂很多，这种情况我都能顺利通过，这足以证明林逢春完全是在故意减速。我想，这应该可以证明出到底是谁在打假赛了。逢春，真的是你在打假赛？这不可能啊！逢春弟弟怎么会打假赛呢？怎么不是林彻这个畜生？会长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再好好查查啊！铁证摆在眼前，他们却还依旧相信自己认为的真相，无条件的信任林逢春。上辈子我竟然会为了这样的一群亲人付出了一切，可笑，真是可笑。李逢春，你收取黑钱，参与外围打假赛，影响极其恶劣，请你现在立刻跟我去警察局立案调查。带走。大姐，救我！大姐，会长，我是一时犯了错，但我也是看到车队缺钱，你又到处求人印钞拉投资，我才去打假赛的呀！我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林家。会长，等一下，请您看在我们极光车队给联赛做了多年贡献的份上，能不能给冯川一次机会，不要给他禁赛，不要送他去坐牢，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。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。大姐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坐牢。小车，打假赛情况太恶劣了，大姐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你去牢里好好改造，大姐会托人好好照顾你的。等时间一到，1年，大姐一定来接你。带走。大姐，妈。走。庭夏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我知道，但是会长，如果联赛可以不追责，我愿意承担假赛对联赛造成的所有损失，包括我们之前极光车队所有的荣耀和成绩，都可以全部清零。对，会长，不就是给联赛造成了损失吗？多少钱我们赔。我也愿意把赛车改造专利全都免费提供给联赛。我早该明白的，就算大姐对我的感情是真的，面对我和林逢春，她真正偏爱的也始终是林逢春。
好吧，庭夏，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，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不过前提是，加赛事件的影响不再次扩大，否则我们还是会继续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。小陈、小赵，我们走。没事了，有大姐在，你不会坐牢的。我相信你，你只是一时的糊涂，以后不要再犯了。好，谢谢大姐。好一出姐弟情深啊！我祝你一家幸福美满。小彻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哪里跟你没有关系。在你的眼里，只有林逢春这一个弟弟，至于我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恐怕连只狗都比不上吧。小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也好，逢春也好，你们都是大姐的亲弟弟，我对你们的爱都是同样的。林庭夏，你说这种话不觉得可笑吗？我被抓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？他被抓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？你现在居然跟我说对我们是一样的，这就是你口中的一样吗？你在牢里好好反省，好好改造。我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。等会长他们走了，我一定会找人把你救出来的，不会让你坐牢的呀。够了，林庭夏，你说这话你自己相信吗？我原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但是我错了。他们只是单纯的坏，你不仅坏，还虚伪。林庭夏，你听好了，我林彻从今天开始和林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再说！我与林家恩断义绝，我要把你们从我身上拿走的都拿回来。再说！恩断义绝！再说！林庭夏，你打够了吧？这一巴掌就当是还你当年把我从孤儿院里带回来的恩情。这第二巴掌，这些年你没欺负过我，我忍了。这第三巴掌，看在你曾经关心过我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最后这几巴掌，算是彻底打断了我们这些年的姐弟情分。既然情分没了，你就不再是我的大姐，你也没有资格打我。小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大姐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是大姐的亲弟弟，大姐只是不想你走错路。大姐，不用挽留他，说我们偏袒逢春，难道逢春就不该被我们偏袒吗？他为提光车队赛车取得好成绩，帮二姐画改造的图纸，帮我做商业策划，他为林家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不该被我们偏袒吗？就是一个小小的领航员，坐牢就去坐牢了，为什么不替逢春顶罪？还说我们不拿你当家人？你有把逢春当弟弟，把我们当家人吗？林庭夏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们所说的对我好，就是让我去给林逢春顶罪坐牢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好，可笑吧？啊？也对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在你们眼里看来满身恶心、没有素质、没有修养的废物罢了。怎么能和他从小锦衣玉食，在贵族学校接受贵族教育的林逢春相比？可是妈，在孤儿院里，孤儿院有200个，可吃的只有50份啊！如果我不够凶够狠，我就没有吃的，我就会被饿死。你们总是说
你是林家之子，要有修养，要有规矩。可是当我跟野狗在抢吃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呢？没想到小车在孤儿院里竟然受了这么多苦。林青霞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来孤儿院找我的时候，你说你是我的亲姐姐，我有家人了，以后我可以活得自尊自信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。那时的我就像在沙漠中渴了很久的人突然遇见天降甘霖一样，欣喜若狂。自从我回到林家，我努力讨好着你们每一个人，我活得战战兢兢，谨小慎微。你们说我脏，我就去住地下室，也不让我跟你们一起锦衣玉食，说我怕穷人乍富会有虚荣心。好，我毫无怨言地吃着你们的残羹剩饭。我努力学赛车，就是希望帮大姐的车队取得荣誉。我努力学习，帮二姐画图纸，帮三姐做策划。为了这一切，这几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。可这一切换来了什么？林青霞，你的一句没有天赋，我就只能去做领航员，而我所有的成果都被这个畜生给霸占了。我为了成为你们真正的家人，我努力了10年，将近4000多个日日夜夜呀！可我依旧改变不了你们内心对我的偏见。小车，不是的，我们不是这样的，小车，真的。不要再说了。你们不是说我是个废物，只配做领航员吗？你们不是不相信林家的成果与我有关吗？你们不是不信那些图纸和策划是我写的吗？好，我要把我失去的都给拿回来，在你们最擅长骄傲的地方，把你们永远踩在脚下。小车，小车，难道小车他所有的改变都是因为我的偏心吗？大姐，你快别听他胡说了，还说什么会赛车、做策划、做图纸。哼，他一个从孤儿院来的，哪里会这些？我看他呀，就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在这故意吹牛呢。可是刚刚你们看到了他的车技。大姐，他是冯春的领航员，在冯春的车上学一些冯春的车技，这很正常。让他走，他走了，咱们林家才会越来越好。对，等他在外面吃尽了苦头，他自然会想到我林家对他的好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他关心不够，所以他才做这些事情来博取我们的注意。我要去接他回来，好好教育他。大姐说的对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咱们应该把大哥接回来。他要是不愿意回来，那我走。不，小春，不是你的错，是大姐的错。我对他关心不够，所以他才这么阴暗善妒。让他在外面待一段时间也好，等到时候把他接回来，他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。天下说的对，冯春啊，不要管他，等狗饿了，他自然会乖乖的回家找吃的。就是，还说什么把我们踩在脚底下，让他去做呀！我看他能搞什么名堂。林家，你们不是看不起我吗？那我就亲手把你们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。林青霞，你和你的极光车队就是第一个。一群废物！我们车队好歹也是曾经的豪门，结果呢？连续几届联赛都排名倒数，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
赵队，您消消气，这次比赛我一定想办法让咱们车队出成绩。杨秋妍，你说这种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要你们的大白话，我要赛车手，要真正能够战胜极光车队的赛车手。我再给你们3天时间去找人。这次比赛要是再拿不到成绩，我们就要调级出赛了，到时候就要被林听夏那个贱人的极光车队给收购了。你们都他妈要滚蛋！3天时间哪够？请问咱们 NB 车队还招聘赛车手吗？帮你们打败极光车队的赛车手。开什么玩笑！极光车队的每一位赛车手都是断层式的领先，更何况林听夏她本人是大夏第1女赛车手，你凭什么打败他们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反正你们的车队也快调级了，而且我觉得除了我，应该没有其他的赛车手愿意过来。你说什么虎狼之词啊！赵队，你他妈的！赵队息怒。反正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，不妨我们试一试，死马当活马医嘛。你个畜生，什么死马？我车队还没解散呢。至于你，什么名字不知道，什么实力也不清楚，你凭什么打败极光车队？就凭他。这是我用模拟赛车在跑道上跑出的数据。Excellent。这一次，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赢下比赛，让 NB 车队调出联赛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才有机会完成收购。林队放心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极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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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极光！你们 NB 车队这老破车早该下岗了，还敢开着它上赛场？连台像样的赛车都买不起了吗？双增压起步，林听夏，我把这些技巧教给你们的时候，真没想到你们从未把我当作家人。喂，赵队，什么事？秋妍啊，你说我是不是疯了？竟然相信一个用模拟赛车跑出成绩，且毫无真实的比赛战绩的刚出道的新手，而且上来就让他对战极光车队。早知道咱要是跟其他车队比，赢了的话，说不定咱还能在联赛多留几天。这下要是输了，哼，咱们车队就可以原地宣布解散了。赵队，就算是这样，以我们车队现在的成绩，比不过极光车队，仍然要调级。既然早死晚死都得死，那还不如拼一把，万一赢了呢？万一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咱们车队这些年发展的不好，投资也少了很多。单单是赛车性能就比极光车队差2、3个档次。我看咱还是准备收拾收拾东西解散吧。情况不妙啊，这怎么办？林彻，我们车子的性能远远比不过极光车队，你有把握战胜吗？
车是差了点，不过要赢他们足够了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盘山车道拉力赛。这条赛道全长89公里，坡陡弯急，路面狭窄，对于每一位选手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。而最为关键的是，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更关乎着 NB 车队是否能够继续留在联赛。可以看到，目前极光车队一骑当先，以最快的速度领跑着。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。为了这场比赛，我可是特意提前给赛车进行了改装。但是从性能方面，我们极光车队就足足比 NB 车队领先了3代，更何况是赛车手之间的差距。看了这么多年 NB 车队的比赛，今天或许就是最后一场了。没事，老头，很快 NB 车队就会被极光车队收购，到时候你看极光车队比赛就好，肯定比这垃圾车队的精彩。你说什么？比赛还没结束，你们就这么确定极光车队能赢？这还用说？单说这起步，你们车队的赛车恐怕连极光车队的尾气都看不到吧。好，那么现在 NB 车队的选手们也出发了。不过呀，由于这些年 NB 车队的没落，他们的赛车发动机、悬挂、盘等都是几年前的产品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 ？NB 车队的起步竟然比极光车队更快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们赛车性能这么差，起步却要更快。好，太好了，保持这个速度有希望。现在你还敢说极光车队赢定了吗？不就是起步快了点，这有什么？说不定就是临时改装的赛车。等真正进入直线和弯道，你们就能看到真正的差距。有败呀！老3代的汽车性能，它起步却更快，他怎么做到的？老李，快来算一下，以目前的速度，谁跑完赛道用时更快？赵队，情况不太妙啊！怎么会不太妙？我们起步比极光车队快多了。可是我们车子的性能是硬伤，进入直线赛道后，我们起步带来的优势很快就被拉开了。按照数据分析，我们比赛的用时最终是48分56秒。虽然比我们原来的车队54分30秒快了很多，但是极光车队这位选手的成绩是45分24秒。45分钟，相差近4分钟，那还怎么赢？情况不妙啊！喂，林车，咱们车速怎么慢下来了？这么下去可是要输啊！别慌，这条赛道全长89公里，一时的落后不算什么。赛车性能上的确有差距，不过就这么一点差距，只需要几个弯道就能够抹平。坐稳了。什么？喂，林车，快减速啊！前方有个连续弯道。真是，你看这情况，太不妙了。赵队，你快看，我们赛车正在提速，和极光车队的差距已经缩到2分钟之内了。甚至这个差距还在缩小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有机会赢啊！有机会了，太好了！牛，太他妈牛逼了！高手 ，NB 车队这个赛车手是顶尖的高手。不错，他们赛车直线速度比我们慢很多，但是每个弯道都急速过弯，比我们车队又快很多，完全靠技术抹平了赛车性能上的差距。他绝对是个顶级的赛车手。不过这样的人物，他们 NB 车队一个快调出联赛的车队，凭什么招得到啊？
林队，上半程马上跑完，我即将准备 pit stop。这次我感觉状态很不错，有很大机会破纪录。希望 NB 车队那个废物不要被打击得太惨了。废物，被打击？人家已经准备追上你了，不是已经追上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已经追上我了？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准备进站，下半场换人。这一场比赛我们绝对不能输。可恶！以我现在的成绩，能在这条赛道上超过我，NB 车队这名选手实力恐怕已经接近林队。他们从哪里找来的高手 ？NB 车队的选手现在已经超过极光车队了。我的老天，谁呀？他甚至还在加速，太强了 ！NB 加油！我去 ，NB 车队牛啊，把极光车队干下去了。这下有些危险了。不过大姐应该不会给 NB 车队机会的，她肯定还要后手。我操！这个过弯不仅速度快，而且稳得可怕。为什么这一幕感觉似曾相识？这个 NB 车队的赛车手究竟是谁？这个 NB 车队的赛车手究竟是谁？查到了，林队，这是 NB 车队那位赛车手的参赛资料。林彻，你确定这个资料没有错？这是通过赛委会那边的关系拿到的，绝对不会错。林队，你认识他吗？如果认识的话，或许可以拉到咱们车队，以他的实力，肯定能让咱们车队更上一层楼。挖他？可是他这过弯的技巧和当时林彻开车时的感觉非常像，莫非真的是小彻？不行，我必须得弄清楚。二妹，你知道最近小车在干什么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没准在哪个桥洞子底下捡垃圾呢吧？大姐，你问这个废物干嘛？现在最重要的目的是赢下比赛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 NB 车队已经足足领先了半程了，速度也比极光车队快上2分半呢。你也在看比赛？当然啊，不仅我在，三妹也在呢。大姐，这个 NB 车队的赛车手实力有点强，你可得小心啊。你不觉得这个 NB 车队的赛车手，他过弯的技巧和跑法和小彻非常像吗？林彻，大姐，你是说林彻那个废物吗？他怎么可能开出那么好的成绩？也是啊，或许是我真的太担心他了。你赶紧派人去找他，赶紧把他接回家，免得到时候万一真的出事，那就不好了。厉害呀，厉害呀！没想到竟然在上半场就领先他们2分半，照这样下去，不出意外咱们赢定了！赵队，赵队，不好了，赵队！赛委刚刚传来消息，下半场极光车队要更换选手，林廷夏要亲自上场，而且听说林廷夏要挑战死亡峡谷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如果挑战成功，总时长会减去3分钟。林廷夏欺人太甚，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！亲自下场，林廷夏，看来你是真的急来了。不过，你以为用着林逢春偷我的跑死亡峡谷的路线技巧，就能稳操胜券？你已经尽力了，下半场尽量稳住成绩，让我们输的不要太难看了。输？为什么会输？死亡峡谷而已，我们也挑战就是了。啊！
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劲爆消息，赛事下半程，极光车队的领队大夏第一女赛车手林婷夏将会亲自上场比赛，而且她还会用车神林逢春亲自传授的技巧挑战死亡峡谷。林婷夏，极光车队！林婷夏，极光车队！林婷夏，极光车队！大夏第一女车手竟然亲自下场，这还怎么比啊？简直是欺负人啊！林队，赛车一切正常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出发。通过死亡峡谷的技巧和跑法，这可是冯春帮我准备的底牌。有他在，无论对方是谁，我林听夏都不会输。真不愧是大夏第一女车手，这一上午将我们上半场的优势给拉回来一半。现在我们距离极光车队的车程已经不到2分钟了。太不要脸了！这次要是输了，我就是把车队解散，也不可能便宜卖给他们。不行，你不能挑战死亡峡谷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林车，你要挑战死亡峡谷？这可不是胡闹的呀！我知道你车技好，可是死亡峡谷不是靠车技就能挑战的。要飞越峡谷，对汽车性能有硬性要求，不但动力要充足，保证赛车在起飞点有充足的加速度，而且赛车还要在飞跃过程当中保持稳定，对于悬挂系统、底盘结构、车身刚性等各项需求都有着极高的要求，而这些条件我们全都不具备。林听夏在这条跑道上的跑法接近完美，不挑战死亡峡谷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他。那你也不能冒险啊！你过分的提速降速、暴力输出，一旦导致爆缸，那我们就彻底没希望了。林车，林彻，你明知道会有多危险，你要是害怕，可以不上车。谁说我不上了？我上。这下完了，我们车队要被极光车队给踩死了。这该不会是要下雨了吧？很有可能。我们要不还是放弃挑战死亡峡谷吧？一旦下雨，路面积水打滑，挑战难度翻了3、4倍都不止啊！死亡峡谷，我一直觉得这条赛道配不上这个名字，现在下了点雨，才算有点意思。这下可怎么办？大姐不会出事儿吧？大姐赛场经验丰富，这点状况应该难不倒她，只不过车速可能要慢下来了。慢下来也没事儿，像这种天气也快不起来啊！这怎么可能 ？NB 车队的赛车手速度居然还加快了！这不可能！不信你们自己看。左前40，然后就到死亡峡谷了。好。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？林队，现在怎么办？马上就要到死亡峡谷了，以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大概率很难挑战完成。我们领先 NB 车队多少？不知道，天气实在太恶劣了，我们与车队断开了联系。不过，以刚才的速度，我们暂时还领先1分半钟。领先就行，更换路线，绕开死亡峡谷。好。神乎其技啊！神乎其技啊！这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暴雨天气，车速不降反增，
现在已经再次拉平了和极光车队的成绩。这简直难以置信！这个车技恐怕连大姐都比不上吧？不过还好，看样子大姐应该放弃选择挑战死亡峡谷了。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是至少不会出事啊。这么看来，NB 车队的赛车手应该也会选择放弃挑战，倒是有些可惜呀。挑战死亡峡谷啊！不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放弃，他还要继续挑战死亡峡谷。这就是真正的赛车手，挑战极限的赛车手。拉力赛车手生来就是为了挑战极限的赛道、极限的天气。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成功，但当他勇于发起挑战时，就已经是这场比赛唯一的赢家。来吧，让我们所有人一起为他欢呼！NB 车队加油 ！NB 加油 ！NB 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要上了。好。放心吧，我们会成功的。林队，我们成功了！我的这个成绩已经突破了我最好的记录，压死 NB 车队绰绰有余。林队，我们好像压不倒 NB 车队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43分16秒的成绩，你说压不倒一个即将调级的小车队？他们预估时间是多少？大概40分钟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个赛道的极限用时是43分钟，怎么可能有人跑得到40分？除非他挑战成功了死亡峡谷。对。这也太美了吧！确实很美，不过要抓紧啊！你说说，让我们恭喜 NB 车队成功挑战死亡峡谷，并且创造了盘山赛道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，39分40秒！39分40秒，我们超过极光车队将近4分钟，我们赢了，赢下了极光车队，保留了联赛名额。好了，赢了，我们赢了。林车，不，林哥，林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 NB 车队的爷。无论你有任何要求，我们车队砸锅卖铁，满足你。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给我把 NB 车队赛车手的比赛录像放出来！我的技巧和跑法是我冯春弟弟亲自教的，怎么可能有人跑得过我？而且是在暴风雨天气挑战死亡峡谷。我输了。今天我们输了，想再收割 NB 车队就难了。NB 车队这个新的赛车手林彻，林队，这和您之前那个领航员弟弟名字一模一样，会不会是他？怎么可能？林彻，林彻，
我的弟弟要是有这样的技术，我做梦都会笑醒。他现在是何方神圣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天那场极其重要的比赛，这关系着谁能代表大夏参加国际锦标赛，这对我们极其重要。如果我们输了，这……等等，你们放心吧，我的弟弟林逢春，他才是真正的车神。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战胜我们。这么说，只要赢了后天的比赛，就能够代表大夏参加国际锦标赛。这个名额对于极光车队林听夏来说，应该非常重要吧？当然重要。我听说想成为国际顶尖车队是林听夏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他一直以来都在为此努力。梦想？那我们就把这个名额从他手里夺过来，把林听夏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打入尘埃。小春啊，你最近有没有研发出一些新的赛车技巧，或者优化一些赛道的跑法？姐，之前的路线和技巧不够用吗？林彻这个废物都滚了，我上哪去给你找什么新技巧、新路线？最近 NB 车队啊，不知道去哪儿找的一个赛车手，那个跑法跟技术啊，简直是神乎其技，都快赶上逢春了。如果我们再没有一些新的技巧和跑法的话，很有可能到时候会输，甚至会丢掉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。今天那场比赛，我和三妹也看了，那个赛车手确实厉害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历。而且啊，他和林彻还同名。林彻？怎么可能是他？他要真这么厉害，至于我们对他这么严厉吗？关于天才，他就跟逢春一样，万中无一的。就林彻，他的这个天赋也就当个领航员了，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哦，对了，简秋，我上次让你找林彻的下落怎么样了？我说大姐，你找他回来干嘛？就他那个废物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找回来也是浪费空气。要我说呀，扔出去就好。怎么说话呢？他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弟弟，他虽然没什么用，也没什么教养，但是呢，只要把他带回来，好好教就行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到时候找回来不就行了？哎，我也会帮忙的，姐，你还是先忙车队的事吧。逢春啊，之前呢，大姐用你的技术和跑法，赢得了大夏第一女车手的称号。这一次，你能不能也帮姐姐拿下世界锦标赛的参赛名额啊？姐，这不是我不愿意帮忙，只是我最近真的很忙，没有什么时间。小春啊，你怎么变这样了呢？之前大姐只要有需要，大姐想要什么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帮我找到技巧和方法。那是因为以前有林彻这个傻逼，只要你说想要什么，他都会不眠不休的去研究赛道。难不成他走了，你还想让我给你当血包？开什么玩笑！这样吧，姐，到时候我参加比赛，你来做我的领航员，我们的组合，这世上无人能敌。真不错，到时候啊，我们极光车队不仅能10拿9稳，还能创造新的世界纪录。大家看这里，从11号到15号之间想要快速通过，我们要明白弯道之间的参数。不好了，林彻！刚得到的消息啊，极光车队明天派出的赛车手是很久没有参加大夏赛事的车神林逢春，还有他们的领航员是林听夏。你是说明天林逢春和林听夏都会上场？是啊，这全完了。那可是车神和大夏第一女车手的组合。对了，明天的赛道还是史无前例的死亡沙漠塔克拉玛赛道。
赛制也是由时间赛改成了竞速赛，这一切太不利于我们了。可惜，本来我还以为我们 NB 车队可以拿下这个名额，现在看悬了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毕竟我们保住了名额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是啊，车神加第一女车手想要打败他们，恐怕也只有奇迹了。没想到打败他们的机会竟然来得那么快，奇迹！明天我就让你们见证奇迹。塔克拉玛沙漠赛道，一个令万物生灵闻风丧胆的地方。浮尘与沙暴是这里的主旋律，也是所有拉力赛车手的人间炼狱。今天，我们就将在这条赛道上挑选出一位真正的车神，代表大夏去参加世界拉力锦标赛。不用紧张，如果把握不准，陆叔可以不报。这怎么行？塔克拉玛赛道号称死亡沙漠，里面到处都是沙尘暴，而且根本就没有参照物。没有陆叔的话，我们会迷失方向的。不会的，这条赛道我研究了它至少10年，它的每一个转弯、每一个坡度都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而我要在这条赛道上彻底了结和他们的恩怨。姐，那辆就是上次击败你的赛车吧？对，别小看他们，实力很强。放心吧，姐，我给你报仇。好，那么我宣布塔克拉玛拉力赛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赛车手准备发射，3、2、1，出发！可以看到，现在所有的赛车都已经发射。赛前备受看好的极光车队和 NB 车队，现在分别处于第5名和第9名的位置，都不算太理想啊。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还敢排在我前面？好，观众朋友们注意了，现在极光车队准备开始超车了。来了，车神传说中的 Z 字超车，太漂亮了！几个连续的超车，现在极光车队已经来到了第1名的位置，而且开始和后面的车拉开距离了。老李，我说你到底算出来没有？咱们车队获胜几率到底多少？快了，快了！0.3%的获胜几率，这要是想赢，全都要交给奇迹了。哎，我就说吧，逢春弟弟再加上姐姐，这场比赛赢得毫无悬念。你看那 NB 车队，现在都快掉到第10名了。我看呀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。上次能赢大姐，也只是运气。不愧是林车神加林廷夏的组合呀，实在是太强了，太强了！看来 NB 车队的极限也就是这儿了，想赢极光车队还是不可能啊！能不掉级我就已经很满意了。这次就算赢不了，我也希望能拿个好点成绩吧。右弯接左弯，直线，注意看弯。好。林队，你现在已经超过第2名。至少1公里的距离了。果然，冯春就是真正的车神，驾驶赛车的能力根本没人能比得上。看来，今天的我们即将创造出世界纪录了。林车，我们的车队已经落后到第10名了。别慌 ，NB 车队没了太久，车子的性能自然比不过他们，所以在直线赛道上落后也很正常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在赛车里有句话，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直线加油，谁不会？终于 ，NB 车队的选手也开始发力了，他们完成了超车，并且向上一名选手劝走前进。NB 车队加油！太好了！
恩比车队的赛车手终于发力了！加油！真可笑，就算是超车了又怎样？还不是从第10名超过了第9名的位置。就是，而且这次之后，别想再超一辆车。哼！喂，赶紧让你们的赛车手动手。放心，答应你们的事儿绝不会反悔。不对，连车，你看那辆车，还有那辆，他们怎么主动把速度减慢下来？他们无耻！比赛怎么能这样啊？我要向赛委会举报！不是，这3家车队的赛车手是确实长大了吧？竟然干出这种事情！是你们退钱！这是什么？目前情况已经上报赛委会，等待赛委会的处理结果。不过在结果出来之前，NB 车队的选手似乎已经面临了绝境。哦不，等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还挺嚣张，不过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拦住我了吗？连车，还有办法超车？当然，看好了。连车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车神的专属神技刀片超车，竟然在 NB 车队的选手上出现了！你说什么 ？NB 车队的赛车手居然会刀片超车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只有冯春弟弟才会的绝技，他们怎么会？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刚刚车队传来消息，说 NB 车队赛车手刀片超车，连超3人，现在已经排名第6了。他们怎么会？你教过他们？没有姐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这个技巧对天分的要求很高，就连你到现在都没有掌握，我怎么可能会交给别人？这怎么会？你没有教过他们，他们怎么会？或许是从哪儿偷学的吧。不过偷学就是偷学，我会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车神。好了，太好了！林爷不愧是林爷啊，不发力则已，一发力就惊天动地。自从那个刀片超车之后，那是一路直追，现在来到了第2名，仅次于极光车队啊！照这种活下去，这样我们能赢啊！难道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他们怎么会？难道是他们超了近道？林天下、林逢春，你们曾经从我这儿拿走的一切，都准备还回来了吧？超我车的人，这辈子还没出生呢！说我进去！不行，根本清理不掉。连车，我们的视野被污染得太严重了，前面的路一点也看不清了。连车，你这是干嘛？谁叫你开车的时候闭眼睛呢？连车，我看见了。啊！你看见什么了？前方左耳接不抓地的右耳，紧跟着追上他们了。
趁这个机会，让他们彻底翻车。好。小心，这个弯道我准备超车了。灵车，拉爆他们！这个目光，难道他是林彻？小彻，难道真的是小彻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冠军！让我们恭喜 NB 车队，也恭喜他们获得了通往世界锦标赛的门票！奇迹啊！真的有奇迹啊！我们是冠军！是冠军！各位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这位战胜沙漠、缔造奇迹的 NB 车队赛车手，他究竟是谁？NB 车队，好一个 NB 车队！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！让开，让开！林彻！你就是林彻？不，林业已经走了，我是来帮他检查赛车的。不过刚刚那场比赛你也看到了吧？林业的操作实在太帅了，那什么狗屁车神都在林业屁股后面吃灰，要不是赛车性能不行，肯定甩激光吹得更远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说一下吧。NB 车队的赛车你没事吧？一直不如我激光战队，可就是这种情况，NB 战队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他究竟是谁。冯春，我要去 NB 车队找这个赛车手，还有世界锦标赛的名额，我也要回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姐，我马上还要和蔚蓝车企的文总商量代言，我得先走了。好，那我自己去。林彻太棒了！太好了！他成绩太好了！棒了！太棒了！林爷简直太帅了！那个刀片超车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想都不敢想，我们 NB 车队竟然能有一天获得冠军！林爷，你就是我们的神！冠军！好了，哎，别闹了啊！一会儿车企就来了，让外人看到我们这样子算什么样子？车企？难不成找我们代言了吗？这么久了，终于有车企找我们代言了吗？太好了！我去，是哪家车企啊？是哪家车企啊？哎，不是哪家车企，是很多车企啊！飞鸿车企、元能车企、风云车企，还有那个蔚蓝车企，他们全都来找我们代言了。啊，不对，确切的说是找林彻代言。蔚蓝车企，这不是前世林逢春代言的国际著名车企吗？不过他们既然找上门来，倒可以用来狙击林剑秋的企业。用着我的图纸吃了这么多年，这一世我要你们通通给我吐出来！车神！
这是飞驰车企经理，元能车企的张董，还有这么多车队的人，难道他们都是来找 NB 车队的林彻的？这个赛车手的阵仗可够大呀，居然惊动了这么多大人。文总，你让我们代言的事情，代言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坐吧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跟林先生谈个合作。什么？我想邀请林先生加入微蓝车企，并且担任队长一职。什么？你要挖灵车去你们微蓝？你们也要参加联赛？没错，我们微蓝车企已经组建好了一支车队，但是目前队长的人选还没有定。我觉得林先生就特别适合。当初微蓝车企就是以代言的名义找到极光车队，让林逢春代言，但真正的目的是在给微蓝车企组建车队做准备，让林逢春做了微蓝车队的队长，至此平步青云。如今就先断了林逢春的后路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林车，你可是跟我们车队签的有合同啊，可不敢在这个时候跳槽啊！不就是违约金吗？我替林先生出了，如果林先生愿意的话，我将给出每年1个亿的薪资。秋妍，你也帮忙劝劝啊！要是林车被挖走了，咱们车队就真的解散了。经理，我们拿什么留住林车？就凭每年几十万的签约费吗？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林车被挖走啊！他要是走了，咱们车队就真的完蛋了。你不可能亲眼看着咱们车队解散吧？林车的技术太好了，可我们有能够给他施展的车辆吗？经理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，放手吧。所以林先生，你的决定是？蔚蓝车队确实不错，不过我还是继续留在 NB 队。你要留在 NB 车队？林先生，你确定你想清楚了？你这次确实为 NB 车队拿下了好成绩，但是赛车改造技术是在不断增进的。你如果一直留在 NB 车队，成绩可能会越来越差，到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。在没有任何车队要我的时候，是秋妍让 NB 车队收留了我，给了我机会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，不是为了眼前的虚名，也不是为了 NB 车队，只是为了秋妍。林车，虽然加入车队的事情不成，但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商量。我要入股蔚蓝车企，占股30%。你要微蓝集团30%的股份？林先生，你没有在开玩笑吧？微蓝车企市值上千亿美金，我承认你的技术确实不错，但是凭技术恐怕还不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那如果是业内最先进的汽车专利技术呢？文总，不妨看看这个，再做决定。秋妍，这技术甚至比当前的赛车改造技术更加先进。这都是你设计的吗？文总，我的设计理念你可以自行查阅。那这些技术可以入股蔚蓝车企吗？我现在就找人草拟合同。林先生，欢迎加入蔚蓝车企。
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不是，你们蔚蓝车企让我过来商量代言，把我晾在一边啊？你们文总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文总有急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车神，你们这么对我？你要是不愿意等，可以先回去。可是，你们车队缺一位队长的事情，你们文总应该挺着急的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文总去哪了？ NB 车队夺冠，文总想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位赛车手，请他来担任蔚蓝车队的队长。之前不是暗示过我来当队长的吗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车神，车神！我只是助理，总裁怎么决定，不是我能猜测的，所以你还是回去吧。车神，现在的车神在 NB 车队。 还当自己是那个没人超越的车神呢，哼！又是 NB 车队，行，这先是抢走我车神之名，现在又抢走蔚蓝车企的队长之位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谁！哎，车神，看这边，车神，看我们这个车神，我们的粉丝，车神。 车神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请先离开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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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见啊！真是太扫兴了。温总，这些设计图很快就会发到您的邮箱。有了这批专利，您超越其他车企只是时间问题。小车。 大姐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说什么图纸，你现在是在做车辆改造吗？没错，我现在的 NB 车队改造赛车。还好是大姐先找到你。这段时间你在外面也受苦了，待会儿就跟大姐回家。只要你不再跟冯春闹脾气，不再欺负冯春，那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我欺负他，在你们眼里，爱欺负人的那个人，永远都是我爸。 难道不是吗？冯春那么懂事，之前就是因为你欺负他，所以2姐、3姐我们才生气的。只要你回去跟冯春道歉，姐姐们就会原谅你的。那是你们的家，不是我的家，我们早就恩断义绝了。回去好好守着你的好弟弟，千万别再来找我，不然我担心我会再给你们几巴掌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之前。 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你不争气、不学无术，算了，等回去我再好好教训你。我想见一下替你们赢得比赛的那位赛车手。我就是你要找的赛车手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小车，你就这么想在姐姐面前证明自己？你刚刚不都承认了，你现在在 NB 车队做车辆改造，你现在揽这些虚名有什么意义呢？ 姐姐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是来自孤儿院的，只要你听姐姐的话，你就是姐姐的好弟弟。但是你怎么能骗姐姐呢？你宁愿相信我和那个赛车手同名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就是那个赛车手。我如何相信？那个赛车手39分40秒挑战死亡峡谷，在2辆车中间刀片超车，这个技术，即使冯春来了，他都自愧不如。 你难道又有这样的实力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和冯春比呢？你就不能好好的听姐姐的话，让姐姐们省点心吗？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却要把垃圾当成宝。你这个姐姐当的眼睛可真够瞎的呀！我跟我弟弟说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做什么确实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现在林先生是我们蔚蓝集团的合作伙伴，你出言诋毁林先生，那就是在打我们蔚蓝集团的脸面。 小车，你怎么会跟蔚蓝集团的人在一起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要做什么事情来破坏你弟弟啊？啊？你嫉妒心怎么能这么强呢？真是不可理喻！我真是应该庆幸，要不是有你们这样的姐姐，
林彻，他也不会来我们 NB 俱乐部。我能作证，林彻就是带领我们 NB 俱乐部夺冠的赛车手。小彻，你真的是那个赛车手？小彻，你有这么好的技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姐姐？我说了呀，你相信了吗？是我，是姐姐之前一直忽略了你。从今往后，只要你跟姐姐一起回去极光车队，我保证给你最好的资源和培训。我保证，你和冯春一样优秀。行，只要你答应把极光车队的队长位置给我，我就跟你回去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明明知道极光车队的队长是冯春，你为什么非要和他抢呢？我提的条件你又做不到，真是可笑啊！好，反正冯春马上要去蔚蓝集团当队长，等他离开以后，极光车队的队长就给你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别人不要的才轮到我。林听夏，林听夏，你真的以为我稀罕你什么极光车队队长的位置？这个队长的位置你就让他慢慢做吧，我不稀罕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林逢春他当不了蔚蓝车队的队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又做了什么事情来破坏你弟弟的事情？你是蔚蓝集团的人吧？我告诉你，无论小智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要听他的。他从小就坏，他就是故意诬陷他，他就是见不得冯春好。林先生从来没有说过林逢春的任何坏话，倒是林女士你口口声声的说是为了林先生好，但是现在却百般诋毁。没有，如果不是他说了什么坏话，那为什么冯春当不了队长呢？那是因为林先生现在拥有我们蔚蓝集团30%的股份，作为股东之一，他对旗下车队人员的要求自然有权利否决。小春，我知道你技术好，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要联合起外面的人来诓骗姐姐呢？骗？你以为他们是在骗你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即使你技术再好，蔚蓝集团30%的股份，市值价值100亿，你技术再好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给你那么多的股份呢？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只要离开 NB 车队，回去给冯春道歉，我还有可能让你回家。家？真是可笑！我们早就恩断义绝了，那个家已经不稀罕了。让开！大姐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对大姐？我们林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了？就是，早知道你是这种德行，就该让你一辈子待在孤儿院。是啊，我就应该一辈子待在孤儿院，早知道会回到这种是非不分、眼瞎心盲的家里。我宁愿一辈子待在孤儿院。你是在说我们吗？做人要讲良心，你从小流落在外，生活在孤儿院那种地方，是大姐把你接回家，我们全家人对你掏心掏肺，我们不嫌弃你没规矩、没教养、没本事，让你吃好住好，每年给你几千万零花钱，给你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资源。可你呢，非但不感恩也就算了，还对我和你大姐动手。现在你还要抢冯春在蔚蓝车队队长的位置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们家吗？没事的，三姐，既然他想要，那就都让给他吧。我在极光车队已经满足了。冯春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林彻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立马去跟蔚蓝集团总裁的老板说，让他取消你蔚蓝车队队长的位置。真是我的好姐姐，在你们眼中，我从来就是家里挑事，处处针对林逢春的那一个。以前我怕你们伤心，
怕你们难过，我处处忍耐，但现在我不会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彻了。行，先不说车队的事。三姐，你说家给了我最好的资源，让我吃得好住得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吃的好在哪里，住的又好在哪里？你住着家里的大别墅，吃着和我们一样的山珍海味，这难道不算好吗？好一个大别墅，好一个山珍海味。那我倒要问问你了，我住在家里哪个房间？你们每日山珍海味，我什么时候和你们共同上桌吃过饭？你们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小彻，你的住所是我亲自安排，住在2楼采光最好，你2姐隔壁的客房。至于不上桌，那是因为你自己脾气大，你不吃饭，那能怪得着我们吗？林听夏，你确定是这样的吗？不如你问问他们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他住的不是我安排的房间吗？他一个孤儿，浑身上下臭烘烘的，我看到他我都难受，所以我就给他安排住进地下室。你让他住地下室，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他一个孤儿住哪里不一样啊？而且冯春当时想要那个模型房，而且我当初不是问你了吗？你不是也答应了吗？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答应？大姐，冯春想要换个房间放模型，我看林彻的房间就很不错，要不然让林彻换个房间吧，把这间房间留给冯春放模型。这种事情你自己安排就行了，别什么事都来问我，别打扰我分析比赛。不是，我是让你安排，但是我没让你让他住地下室啊！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咱们家没有那么多房间，他住地下室怎么了？你，小彻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，我但凡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少自欺欺人了，即使你知道了，你也不会有什么作为，你的眼里只有林逢春。就说不让我上桌吃饭这件事，难道不是你安排的吗？没有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安排的。是吗？当时内衣不见了，林逢春从我的房间找到了，你将我打了一顿，下令不允许我上桌吃饭，叫我反省。难道你忘了吗？从那之后，我日日夜夜吃你们的残羹剩饭，有的时候连残羹剩饭也没有，因为家里的宠物狗也要吃，没有剩的给我。林听夏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山珍海味？口口声声说林彻是你们的亲弟弟，却让他住地下室吃残羹剩饭，甚至在家连宠物狗都不如。有你们这样当姐姐的吗？怪不得林先生不愿意为你们极光效力。你们这哪里是家人啊？我看是仇人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小彻好，我都是为了小彻好，我为了改变他的坏脾气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他吃剩菜剩饭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让他住地下室。小彻，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。林听夏，我不止一次的相信你，可你是怎么做的？让我住地下室，让我吃残羹冷饭。现在，你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家最可恶的就是你，你的虚伪让我恶心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彻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做的这些事情会让你记恨我这么久。小彻，大姐给你道歉好吗？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我受过的伤害会一点点的报复回来。加入 NB 车队，彻底摧毁极光车队的荣耀，
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林逢春。你们不是说我想抢他队长和代言吗？他所稀罕的，我根本不需要。我不需要的，并不代表他能得到。只要我林彻在一天，他永远也别想加入微蓝车队。你就是林逢春啊！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才让你当我们的队长，才和你谈代言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你不配。三姐，我的代言，我的微蓝车队队长的位置没了。逢春，没事啊，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是什么人啊？逢春的车队队长，还有那个代言，都是微蓝集团老板亲自钦定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拒绝我们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敢反悔，我林剑秋就会拒绝给你们提供任何车队技术服务制造的专利。不就是专利吗？我以前可能还会考虑一下，但是现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微蓝集团不需要了。另外，你问我是谁？我就是微蓝集团的总裁文源。林逢春，我送给你的礼物还满意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接下来的第3步，就是我要让你仗着耀武扬威的专利一文不值。你让我们一文不值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自己得了个冠军，还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若是之前，林二小姐，你确实很厉害，但是现在，你的专利过时了。看看这个吧，这里面是林先生赛车改造的图纸。今天之后，所有追求顶尖赛车改造技术的车辆都会归我们微蓝集团。你的专利过时了。这是最新的赛车改造专利技术，我们都还没有研究出来，你们怎么会有最新的图纸？温总，你是不是被林彻给骗了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懂这些图纸啊？图纸是真是假，我自有判断，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另外，我们微蓝集团和你们林家断绝一切专利合作。这怎么可能？林彻怎么可能会赛车改造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技术？居然比逢春的技术还要好！林彻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打要骂，冲我来就行了，你不要伤害姐姐们。哎呀，逢春你不用求他，他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林彻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跟你争姐姐们的宠爱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让你做什么都可以，那我让你去死吧。只要你肯放过姐姐，我愿意。小川，没事。哥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死了，求你放过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跟你争姐姐们的宠爱。小春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不会死的。刚刚车没有撞到你，不会死的。风车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以后你不能再说这些话，姐姐们不需要你保护。我是不是又要死了？我不甘心。不会的，林彻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不许走！这个混账居然想害死他弟弟，他必须要给逢春道歉。被撞的人是林彻，他快不行了，赶紧滚开！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不是林彻想要陷害他弟弟，那么那个司机为什么会猛打方向盘撞到林彻？让他必须给逢春道歉！你们眼睛都瞎了吗？刚才明明是林逢春拉着林彻到这里来的，他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，现在要死的人是林彻。你们口口声声地说
他是你们的亲弟弟，现在你们的亲弟弟被人陷害了，你们都看不出来吗？陷害？你是说我们冯春在用自己的生命陷害林彻吗？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？这种恶毒的人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们，林彻，你坚持住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走。不许走！我说了，不给冯春道歉就不许走。林彻再不去医院就要死了。死了正好，像他这种人早就该死了。当年是我们把他留在了家里，要不然他现在还在孤儿院待着。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们？他抢走了大姐极光车队的荣耀，抢走了冯春的代言和位置，还抢走了我的专利。像他这种人早就该死了。终于说出自己的心声了吧？二姐说的对，他伤害了这么多人，还险些让冯春没命。大姐当初就不该带他回林家，就该让他一辈子待在孤儿院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都滚开！谁要是再拦着，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林先生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谁要是让他出事，我就让谁付出代价。不信你们就试试看。林彻，我就不应该给你机会伤害冯春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断亲吗？好，我满足你。从今往后，我林家就没有你这个人。从今往后，林家就没有你这个孽障。林彻，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？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如果再在这里捣乱，就把他们给我往死里打。出了事情，我来负责。是。医生，真的没有问题了吗？要不要再做其他的检查？钱不是问题。放心吧，他的伤势看着很严重，其实都是皮外伤，并没有伤及内脏，只要好好休养半个月就没事了。谢谢医生，辛苦你了。林彻，你可要好好休养，我可是给了你30%的股份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这可就全都打水漂了。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做，就算老天让我死，我也不答应。那就好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你有什么事情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傻瓜，你哭什么？我这不没事吗？我只是没想到，你居然这么惨。自小在孤儿院中长大就算了，被接回林家后还要遭受那样的欺负，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对于亲人和家人，我早就释怀了，但是他们对于我的伤害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林彻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以后我来做你的家人。我的手真的不会有事吧？我是不是开不了车了？不用担心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你啊就安安心心的静养几天就好了。是啊，冯春，真的没事，再过2天就好了啊。都怪林彻那个家伙，要不是他，冯春也不会傻的自杀。那车怎么没给林彻撞死呢？行了，不要打扰冯春好好休养，让他一个人好好静静。休息吧。哎呦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哎呀，天太热，没什么好玩的。哎，话说你们怎么都在家呀？冯春他怎么了？以前他总是第一个欢迎我回来，怎么他现在不在家吗？冯春他受伤了，在楼上休息。什么？冯春他受伤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林彻，他威胁让冯春去死。你也知道，冯春那个傻乎乎的性格，他自己就傻乎乎的撞上去了。冯春他出车祸了。这该死的林彻，他果真没安好心，他居然想让冯春去死，当初就不该接他回来。
我得赶紧去看看我的宝贝儿子。慢点儿。假装自杀可把我给累坏了，爸，你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。要是一个把握不住，那辆车可就撞到我了。可惜了，那辆车没有把他给撞死。要不是担心林家那3个蠢货把他接回来，给他分家产，我也不用跟他算计这么多呀。不过也快了，我现在靠着林家的资源成为了车神，林家已经没用了。到时候找个机会跳槽到其他车队，再把林家剩下的钱拿到手。爸，咱们就逍遥快活。风春，妈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妈，我错了，毕竟我只是个养子，我太没安全感了，太害怕失去你们了，所以我一时心急才说这些话的。养子，林逢春，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，自从你来到林家，我们没有把你当亲人看待吗？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？还想把我们林家的街头卷跑？林逢春，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是小彻他心狠歹毒，想要害你。大姐，我还一心的安慰你，没想到是你故意摔倒，还要伤害小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走开！你不配叫我大姐。妈，我是你最心疼的逢春啊，妈！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呀，妈！大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我教你赛车技巧，让你成为了大夏第1女车手。2姐、3姐，你们难道都不记得了吗？是我熬夜在给你们改图纸写策划。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可能会难过，可是我都不是真心的，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应付一下我爸爸。小春，夫人，小姐，你们都被逢春少爷给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被骗了？大小姐，你的那些赛车技巧还有赛道跑法，全部都是林彻少爷研究出来的，只是被逢春少爷先学了去，然后才交给你的。你说那些赛车技巧和跑法都是小彻研究出来的？二小姐，你的那些赛车改装图纸，还有那些专利技术，也全部都是林彻少爷本该要给你的，只是被逢春少爷先抢走了罢了。我的图纸也是小彻做的。那我的那些商业策划，难道也都是他？你个臭修车的，你少说胡话，来挑唆我和妈妈姐姐们的关系。妈，大姐，她的话不能信。林彻就是一个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才华？我没有收取任何人的好处。夫人，还有几位小姐，林彻少爷一直都渴望得到你们的认可，希望能加入你们，成为林家的一份子。我还记得林彻少爷10岁那年被接回林家，我亲眼看见他在地下室挑灯夜读，在地下室凭借着微弱的灯光学习那些赛车技巧。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你们，帮助林家。我还记得那年林彻少爷的功劳被抢，我还问林彻少爷为什么不给你们说，他说他不希望因为他自己导致你们林家不和睦。他说只要能帮到你们林家，这个功劳是谁的都无所谓。我一个外人本不该多嘴，可是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夫人，小姐，你们对林彻少爷的偏见一直太深太深了。原来我们对小彻的怨念这么深，他暗地里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竟然还这么说他。从今往后林家就没有你这个孽障。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像他这种人早就该死了。大姐当初就不该带他回林家，就
不能信，这些话都不能信。一个修车工的话有什么可信的？妈，我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呀，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外人的话，也不相信我的话？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林彻为我们林家做了这么多，那他也是应该的。我们从孤儿院把他接回来，一直好吃好喝的把他养大，他孝顺我们，那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好吃好喝，夫人，难道您忘记了，是你自己亲口说的？为了不让林彻少爷太过娇惯，一直以来，林彻少爷在你们林家吃的都是你们林家的残羹剩饭。我那也是为了让他养成节约的习惯，为他好。而且，即便是这样，我们还让他上了精英学校，要不然他哪能取得现在的成就？可是学校也都是林彻少爷凭借自己的成绩考上去的，就连学费都是他一直勤工俭学，一分一分挣来的。夫人，我知道，因为林彻少爷在孤儿院长大，你一直对他都有偏见。可是夫人，你知不知道林彻少爷是怎么出现在孤儿院的？为什么？20年前，你们林家煤气泄漏，夫人您因此陷入昏迷。年仅4岁的林彻少爷为了救您，一个人跑出家门向人求助，这才流落到了孤儿院。这绝对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？而且天下他们也没有跟我说过呀。是，要是真有这么大的事，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这件事情你们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几位小姐你们当时年纪还小，夫人您也因为这件事受到打击太大，从而失忆。老爷当时见此情景，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，同时才接了冯春少爷。如果小姐您不相信，可以打电话向督察局询问情况，他们应该还有当时的记录。喂，这竟然是真的！夫人，一个为了救您才走丢的孩子，现在好不容易找了回来，您不仅不关爱他、呵护他，反而还一直指责他没有教养，对他处处苛责。夫人，您糊涂啊！对，我糊涂，我真的糊涂。小彻，是妈对不起你呀。是你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那样对待小彻？你还害得小彻出车祸。小彻他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我让你真的不得好死！够了，够了！你们怎么这么虚伪啊？别什么事都怪到我头上。要是你们对林彻没有半点偏见，我怎么可能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功劳给抢走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们几个人，你们才是罪魁祸首。如今知道真相，后悔了，可惜都已经晚了。林彻早就已经对你们失望透顶，他永远都不可能会原谅你们的。妈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忘了林彻，把我当做唯一的儿子。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，还有3位姐姐的。你做梦！林逢春，这是我们林家当年收养你的证书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我们林家再没有半分关系。你不是要和你的亲爹一起快活去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，我成全你！林逢春，妈说的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极光车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名下的所有银行卡也是林家的财产，全部冻结。不，
大姐，你不能这么做！你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根本就活不了，我怎么活呀？怎么活？很简单，我会联系赛委会会长，让他依法追究你打假赛收黑钱的全部责任，并且你害小车出车祸、意图杀人的事情，我会一并追究。你的后半生就在监狱里度过吧，就在监狱里度过吧，度过吧。妈，二妹、三妹，我决定去医院求小车的原谅。走。去吧，都去吧，都去吧！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，林彻根本就不会原谅你们，他早就恨死你们每一个人了。停下！小车现在在哪家医院？病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啊！那还在这儿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去找啊！哪怕把全市的医院都找一遍，也要把小车找到。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，你们医院有没有一个叫林彻的病人？他刚刚出完车祸，现在应该正在接受治疗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对不起，我在找人。请问有见过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。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？对不起，我在找人。谢谢。小车，你在哪儿？妈，我找到小车了，他在省立医院。停下！小车在哪儿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的病房就在前面，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乐观。我带你们去。医生，你之前不是检查过，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吗？为什么又……这次不是车祸的问题，不是车祸。我们刚刚为林先生做了全面的检查，检查结果显示，胃窦、胃角、胃底、胃体均有溃疡性或隆起性病变，已经可以基本确认这是胃癌。胃癌？你说什么？胃癌？医生，你是不是诊断错了？小池之前还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得胃癌了呢？你既然是患者的姐姐，她为什么得胃癌你不清楚吗？这是长时间不吃饭，饥一顿饱一顿造成的病。我看你们也不像穷人，怎么让你的亲人连饭都吃不起？堂堂林家，身家至少数10亿，却把你们的亲弟弟饿成了胃癌。现在你们一家人还好意思过来？我告诉你们，林彻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们林家鱼死网破。好了，别担心，先听医生说完。对，医生，他现在的病还能治吗？只要是能治好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我们林家也愿意，我们愿意。你们别担心，虽然是胃癌，但好在发现及时，想要治愈并不困难。行了，你最近就好好休息，等你外伤痊愈了，我们采用最保守的治疗方式，不用手术也可以治愈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小车，你们来干什么？看我没有被林逢春害死，过来帮他补一刀。不是的，小车，事情我们都已经弄清楚，
之前一切的事情，我们赛车的技巧和跑法，还有帮七雪写策划，还有帮建秋画图纸，以及我们林家的崛起，全都是因为你，不是林逢春。所以呢，过来让我跟你们回家，继续做你们的乖弟弟，继续默默给你们付出。林青霞，我不傻。小车，我知道之前是我们做了一些错事，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我记得你当初把我从孤儿院带出来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可结果呢？小彻，都是妈的错，是妈对你有偏见，让你这些年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求求你，再给妈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妈的亲生儿子，妈不能没有你。难道您忘了，是您亲口说的要和我断绝关系吗？还有你们，之前你们对我说的话，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。我林彻和林家再无半分关系，我没有母亲，更没有姐姐。小彻，秋妍，送这4位客人离开。你们赶紧出去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啊？我们是林彻的亲姐姐，是他的家人。你们还知道你们是他的家人呢？那我想问问你们，他先前被车撞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他在你们林家挨饿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？要我说，你们除了身上流着同样的鲜血，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家人，不配做他的家人。再不出去，我就叫保安，请你们出去了。保安，别！小车，我们是真心给你道歉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看到我们，不想原谅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病房外面，直到你原谅我们为止。小车，他们真的没有走。他们要是愿意待，就让他们待着吧。看来，小车是真的不打算原谅我们了。都怪我，怪我带给小车的伤害太深了。这几年，我不仅什么都没给他，还让他得了胃癌。小车被我们误解了这么多年，事已至此，只要让他看到我们的真心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你们先在这里守着，我现在就回去，亲手给小车做营养汤。慢点嘛，注意安全嘛。小车，妈不奢求你能这么快原谅我，我只想好好的补偿你。这是妈亲手给你煲的营养汤，你就喝一口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曾经的我，多想吃一口你亲手做的饭菜。小车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妈以后天天都给你做。已经太晚了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秋妍，走。小车，小车，小车。
妈，别灰心，只要我们坚持，总有小车会原谅我们的那一天。我的好大姐，你们真是好狠的心啊！为了一个和你们断绝关系的林彻，竟然把我逐出林家，要我去坐牢。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。爸，就是他们，动手。好。你是谁？要干什么？儿子，现在怎么办？爸，别着急，我们还需要再绑一个人。只有他们的话，我的好哥哥可不会满足我的愿望。都11点了，秋妍怎么还没有来？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林凤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的好哥哥，你害我被林家赶出来，现在沦为了通缉犯，我来，当然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属于你？林凤春，你的车技还有你车神的位置，哪一个不是通过我获得的？甚至就连你曾经所在的林家，也是从我这抢走的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给我闭嘴！林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就是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废物，我能用你的东西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别以为侥幸赢了一场比赛，你就胜过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林彻，这个世上车神只能有我一个。这要是再比一次的话，输的一定是你。和我比，你也配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趁着赛委会的人没有来之前，赶紧滚，不然一会儿你连想跑的机会都没了。我知道你不敢跟我比，你要是不跟我比的话，那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保证不了。林逢春，你还真是个畜生！他们好歹是照顾了你10几年的亲人，你拿他们的生命来威胁我，不过可惜，对于我来说没用。哼，那要是再加上他呢？找死！林彻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想要他活命，今晚就来郊区，我们1对1比一场。你要是赢了，我放了他们。好，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我们林家养你护你这么多年，你犯下的种种罪行，我们依然不追究。可你现在竟然绑架我们，你安什么心啊？不跟我计较，林庭夏。你是不是忘了你们把我赶出家门，害我变成现在的通缉犯，害我如今一无所有，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指望我对你好？风春，你把我放了吧！你忘了吗？林氏二姐对你最好了，你零花钱不够的时候，都是二姐接济你的呀。是，风春，这些年三姐对你的好，你难道也忘了吗？你们以为我会像林彻那个傻逼那样？为了这点所谓的亲情就把你们放了？我是那种没脑子的人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现在放了我们，我什么都给你，
好不好？闭嘴！要不是你这个老太婆把我赶出家门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以自己抢，用不着你们给。我要把你们的一切通通都抢回来！真是可悲，被你们视若珍宝，捧在手心里的杨子，最终却成了悬在你们头顶的一个刽子手，而那被你们视之如敝履的林彻，却成为了你们遥不可及的星星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应。光顾着打他们了，把你给忘了是吧？就凭你，有什么资格在这瞎逼逼？住手！林逢春，你敢！林彻，小车，小车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的，我们始终还是一家人。小车，快想办法救救我们！这个白眼狼他疯了，他要杀了我们！林彻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林逢春，你费尽周折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就是要夺回我的一切，林家的财产，还有车神的名号。林逢春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林家与我再无半点关系。至于这个虚无缥缈的车神，在我眼里根本就不重要。既然不重要，你为什么还要争还要抢？是你践踏了我的荣耀，摧毁了我曾经的辉煌。你现在轻飘飘的一句就把我给否定了，凭什么？林逢春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，我是被你逼的。你给我闭嘴，林彻！现在所有人都视你为车神，把你看作荣耀。我要和你比一场，我就是要把你踩在脚下。你敢不敢和我比？只要你放了秋言，我就答应你。放了他呀！答应他，否则我就宰了他。林逢春，林逢春，这件事跟秋言没有任何关系，放了他，要是冲我来。林彻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和我比，要么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心爱的女人，还有你的家人，被我一刀一刀地捅死。告诉我，比不比？跟你比，比什么？就比这个废弃村庄。你只要能在完成一圈的状态下赢了我，我就放了他们。如果没有，很遗憾，你替他们收尸吧。林彻，林彻，跟他比，赢了他！对，赢了他，你一定能赢了他！林逢春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，哥哥？爸，去把车开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人人敬佩的车神吗？来，你就用这辆车来跟我比。你要是在20分钟内能冲出这个村庄，他们就能活，不然，不但他们死，你也会死。我在这辆车里面装了定时炸弹，在20分钟后就轰的一声炸成灰了。林逢春，你还的是什么心？你这是作弊！小车他怎么可能开着这个面包车20分钟之内跑完这个村子？拿我灵魂光跟你的专业赛车去比赛，你怎么有脸提出这个赌约？你就是个败类！我们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丧心病狂的东西？既然你们不愿意让他跟我比赛，那要不然你们死好了。
你不要管我们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让你赢，他只是想要践踏你的尊严，他只是想要你的命。臭婊子，谁让你说话了？住手！林彻，你不要答应他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机会去赢的比赛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们这么做。林彻，你不要答应他。不就是武林红光吗？这么玩才刺激。哼，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玩得开心。记住了，你只有20分钟的时间，不然你就死翘翘了。等我。林彻，林彻。3、2、1，开始！一辆改造过的顶级赛车，跟一个武林红光，你们觉得这有没有可比性啊？啊？小车他是车神，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赢的。没错，就算林逢春开着赛车又怎样？他输定了，他肯定不是林彻的对手。天真呐！这个废弃村子的路本来就复杂多变，像冯春这样的顶级赛车手，跑完全程也要20分钟。就凭林彻这个破武林红光，而且还是在夜间，20分钟内想完成，根本不可能。早知道有今天，当年我就应该活活的把林逢春给掐死，我真是恨呐！林彻，今晚你就好好享受我给你的礼物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车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不行，这个村子里面的地形极为复杂，如果一直跟着林逢春的话，20分钟别说赢他，连冲出这个村子都很麻烦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拼一把了。已经10分钟了，按照村子的路程，冯春应该已经完成一半了。林彻完成了多少？估计连1/3都没有吧？啊？林彻，你果然就是个废物。这没有车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比？林彻，我就不信这么复杂的路况，你还能赢我！我去死吧！哼，林彻，今晚过后，车神只有我一个，而你，不过就是我脚下的踏脚石罢了。
还有2分钟，看来是我儿子赢了。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我该先从谁下手呢？你？是你？还是你？哎，听我儿子说你是林彻的女人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妈的，你找死！林彻，你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你就算是一直抄近道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才是堂堂正正的车神。是吗？那可未必吧。林彻，你怎么疯了呀？你怎么疯了呀？林彻！妈的，我还真是小瞧你这个小婊子了，居然还能把绳子解开！你不要过来！你把老子打成这样，居然跟我说别让我过来！先弄死你！给我死！小车，林彻，这怎么可能？快趴下！秋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在哪儿？我儿子怎么没出来？是不是你杀了我儿子？与其担心你儿子，不如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别动！林彻，你没事吧？伤着了没有？会长，只是些皮外伤。小车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的。我们之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我们一家真的很需要你，我们都需要你。是啊，小车，我们都需要你，都需要你啊，小车。你们想多了，我能回来是因为秋妍，至于你们的死活，与我无关。林逢春这对父子，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不但敢畏罪潜逃，竟然还做出绑架伤人之事，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。那个畜生呢？不会又畏罪潜逃了吧？那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抓住他！林逢春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打假赛受赃款，犯下这滔天的大罪就算了，你竟然还敢绑架，你是真的不嫌牢饭吃得多呀你！大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也是一时不小心办错了事情，我真的没有想要害你们，你是最疼我的呀，求你了，大姐，求求你！大姐，真的不知廉耻！你刚刚是怎么对我的？你难道都忘了吗？
二姐，求求你，三姐，求你了，三姐，妈，您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冯春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你这种白眼狼的头，我可受不起。林哲，之前我对你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他们让我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忘了吗？之前你是我领航员的时候，我们的兄弟情是多么的深，都是他们让我陷害你，让我把你赶出去。你要恨就恨他们。林逢春，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？这些事情明明都是你做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们打心底就没有他，我说的那些谎话你们会信吗？归根结底，你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作家人，凭什么这所有的一切都要由我来承担？明明罪魁祸首是你们才对。林逢春，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要不是你搬弄是非，咋会让我们误会离撤？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们一家人不能团聚，也是因为你，害得我们林家落得如此凄惨。林逢春，你个白眼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敢倒打一耙！上！走！小车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他因为慌不择路，所以才在这胡搅蛮缠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很需要你，林家真的很需要你。是啊，林彻，我们真的需要你。林家需要我，但我不需要林家。自从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再无瓜葛。会长，既然林逢春已经被抓到了，那就没有我什么事了。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好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林彻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林家都要死到临头了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林小姐，林彻说他已经很累了，而且也不想见你们，请你们不要再打扰他了，谢谢。小车，林彻，停下！林逢春这件事牵扯很大，我需要林家给我一个交代。好的，会长，我们一定会配合调查。下一次比赛世界第一！兄弟们，3年后是我和林彻的婚礼，大家记得来捧场啊！哎呦，我们这大美女是要嫁给谁了呀？自己看不就知道啦。哎呀，对呀，我来看看是哪位帅哥。哎呀，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我们伟大的车神了！只有我们的车神啊，才能配得上我们的秋妍大美女啊，是不是啊，车神？3天之后欢迎大家来捧场啊！如果不能捧场的话，记得份子钱可要给我补上。没有，没钱。哎，对了，赛委会传来了消息，林家因为林逢春的事情受到了牵连，现在很多车企把他们告上了法庭，赔偿金额数亿啊！哎，林家一夜之间彻底破产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位大姐四处找你，回去重振林家呢。我与林家早已没有半点瓜葛，就算林听下来找我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我的这颗心早就被他们寒到了啊！这思想觉悟确实高啊！我还害怕你一上头，又要回去重振林家呢。少队，林听下来了，说要见车神。不见。小车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这里是 NB 车队的休息室，外人是没有资格进来的。你不怕我们报警吗？小车，你听我说完接下来的话，你再做决定好吗？咱们先出去吧，让林彻跟他姐姐聊聊天。走。不用，有什么话，当着大家的面直接说。小车，我和二姐、三姐还有妈妈
我们都想过了，之前确实对你做了一些亏待的事情，给你带来了无法抹平的伤痛。但是小彻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林青霞，我最恨的就是你的虚伪。你明明是为了破产的林家而来，为什么不直说，还妄图用亲情绑架我？小彻，大姐不是要骗你的，大姐真的知道错了。林家是大姐一手撑起来的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家就这么败了。小彻，我求求你，小彻，求求你回家吧，帮帮大姐，帮帮妈妈，好不好？小彻。林青霞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今天跪死在这里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，更不会答应。你赶快走吧。小彻，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吗？小彻，你现在就这么狠心吗？是我狠心？明明是你们狠心！正是你们一次次的狠心，让我心如死灰，不再对你们抱任何期望。而且，我说过，当你为了林逢春打我那几个耳光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，毫无瓜葛。你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们工作了。小彻，小彻，你看，这是大姐跟你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到现在都还留着。你帮帮我们，帮帮妈妈，好不好，小彻？你我都没有半点瓜葛，还留着照片做什么？林小姐，你还是走吧，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。小彻，我们去看婚纱吧。真的？啊，多选几套，一定要选漂亮的、性感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真幸福啊！七雪，你别在这走来走去了，走的我都要烦死了。也不知道大姐那边怎么样了，小彻会不会答应大姐跟我们一起回去重振林家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大姐呀，把那杀手锏都拿出来了。这个林彻呀，他耳根子软，一定会答应你大姐跟我们一起回去的。我们林家呀，也必将重振荣耀。大姐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他不会原谅我们了，我们林家彻底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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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就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您怎么来了？您不是跟会长在国外吗？会长还没回来，他要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看吧，世界车神争霸赛将在下月3号举行，你们 ND 车队将代表我们大夏出征。真的假的？哟，代表大夏争夺世界车神，
怎么能不去？